就要来感谢咱所有的观众朋友，你的热情甲着支持。透过秀台语这个节目哦，马上要来到咱台湾真济城市，甲大家呢面对面来交流，用台语来互动来耍游戏、比创意。节目呢，若是要来找找第二季这练喙花歌手，更加希望咱所有的朋友大家来爱台语、讲台语，体会到台语的这个趣味、生活的智慧，以及呢特别迷人的水气。透过这个无同的世代，大家来参与，和周文珍贵的这个语言文化，继续来发展，代代来相传。欢迎收看《Talk Talk 秀台语》，全民练嘴花。今仔日我是来到这醒吾科技大学，是阮这的学生呢有一个特别的系。嘿，伊是表演艺术，嘿，马紧嘿，嘿，对，好，安尼真好。有真侪人报名要来参加阮的练喙花比赛，不过还算正经。你刚头拄仔甲我讲有真重要的大任务要来。对，咱这表演艺术系这个系主任来到现场，甲带着伊的教授这个助教，要做伙来甲大家讲几句话。我来欢迎咱的系主任老主任。欢迎。刘当真，他是刘唐城，伊名叫刘唐城细佬，老通行，嘿，老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从小没有好好学台语啊。歹势伊自细汉无好啊，学台语。对。安尼真好，真有心意啊！一个带家己的翻译来。好，刚才你也要讲，我听袂咧讲啥呢？嘿啊，校长也在那边。咱的校长嘛来到现场，校长你好，好长那有时间来了，好长你好，来，这是我上科大上优秀的学生，是哦，一定是的啦。爱互有机会哦，好，嘛感谢校长，互咱机会会当来这录影哦，谢谢。爱较接来。谢谢校长，干校长，来欢迎咱的顺哥，好，卖停。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哎呦，四积阴德五读书。啊，你即个大家在读册有无？所以呢，读册真重要。后壁再拄到呢，你的好命、好贵人，到尾时阵敬神，啊，到尾交足好的朋友，将来你的人生哦，才是一片的光明。安尼听有无？哦，真有学问啊，嘿啦，小可。小真谦虚哦。啊那台语讲了无好，咱有台语的顾问老师，冇唔对，尤老师你好，你好，咱来请伊第一位出来，好第一位合作黄志涵，这怎么念啊？地涵，地涵，欢迎。是不是有人在叫我，哦，你好。就是大炮的因兄哥大机炮，大气炮，脚炮。好，谢谢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吴科技大学的老师，我叫脚炮，嘛有人叫鼓炮。今仔日吼，其实要来甲大家分享，我教这几年的册吼，教过一寡学生啊，有的学生我会甲问讲，啊，你将来是要做啥？我会志愿，我的志愿，老师，我想要做兄弟，咱这歹路唔通行嘛，暗时的路行伤济，一定去拄到卖宵夜的。不是，会去拄到卖迄个鬼啦吼，有定咧讲，炮哥啊，啊你有车龄车好无？哼，讲啥物笑话啊？互你看卖哩，我很白。其实讲啊，咱做兄弟无一定爱车龄车好，但是有一项物件，你甲垫出来，你绝对做老大的。咱做兄弟爱看啥？这是啥？亚钢，这什么亚钢？大巴肚，唔是，有人讲铁基咯，第几路啦？这叫做八魂。哎呦，若讲到这个八魂，伊是有历史的。1978年4月20，伫咧台北艋舺，迄天早起是5点，阮老母破腹要甲生出来，医生挂一个手针，加一条出来。所以将因了啊，我就是一个老大。感谢，谢谢。水哦，有够好的啦！这应该会使
给他2包红包吧，我这足精彩的呢。是，但引导真好嘅，咱免过好伊啊。慢咧啊！高级的表演主要是后边一定吼啊，需要大家鼓励啦。我们尽量以这个领养代替购买，以鼓励代替这个责备啦哦。谢谢。当然啦，哦，谢谢。谢谢。后一个这个学生啊，伊号做威弟，啊，伊是讲吼，伊是一个慢慢啊台化的东南亚学生。哦，当然啊来的哦。哎呦，我来看一个，欢迎林成威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为东南亚来的威弟，大家好。今日来参加这节目，嘛是足欢喜的。但是我的老师吼，甲我放咧头一个表演，嘛是足紧张的。吼，煞啦，我看透透啊。台湾人着介意甲艰苦的工课哦，等候外国人来做啦。哦，我先甲你警告哦，因为我是外国人嘛，我的台语嘛，毋是足好的。若是讲等下我的笑的恁无笑，恁就伫欺负外国人哦。哦，若是我的笑的恁笑啊，恁嘛是伫笑外国人，你知无？啊，你有好笑？我大雕有好笑，顺哥你放心分享者，我来台湾2年啊，台湾人吼对我外国人的迄个印象哦，就迄3年啦。头一个袂晓中文，第二个开伫台北车站，第三个无钱啦。无钱伫台湾社会有分3级哦，头一级是阮即款的外国人啦，第二级是坐伫遐的练手的演员啦，第3级呢？就是你做练手的外国演员啊，咪就是我嘛，就是你。我就为了要解决我这个问题哦，我就去问我的巨炮老师，结果伊甲我讲呢，会使去财神庙拜拜。哦，我相信啊，我即马拢甲财神庙当作定期看诊去拜，我1个月哦去看10届哦，哇，我感觉过去看几若届，才会摕到财神爷的奶啊，你知无？妈有奶会使直接手机啊看诊呢，妈普你啊方便呢。伊甲我讲，你财神庙足灵的，你拜一届哦，你的财运会不杂的提升。我投啊1年的香油钱吼，唯一不杂的是我的钱包啊尔。好啦，我时间差不多，我要转去台北车站啊啦。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啊，麻烦哦，财神爷来好嘛好啊。嘿，我感觉伊真拍拼，是，一个真正的为了外国来的囡仔，会当来遮尔拍拼，哎呦，甲真济遐哦字，甲遐词，甲斗做我。你是为倒位来？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我一州，槟城。槟城，偏啊，冰城拢会晓讲台语，甲对，拢闽南语哦。福建话，因讲福建话。福建话。福建话。好，啊，你表演也袂歹。好，谢谢继续拍拼，欢迎你来比赛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拍无啊！这袂歹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感谢威弟。好，后来这个人呢，伊是讲吼，伊这个人吼做人足白目的，伊家己讲的哦，白目，啊，搁有淡薄啊闷骚是要安怎讲啊？不是摇吧？闷骚呢，应该是说就点点啊摇的。哦，摇底啦，摇底啦。咱来欢迎后一位学生，摇底的白目，伊号做干。是安怎的哦？他姓简啊。名你要讲出来，你使讲谁就无爱讲啊。好好，干婆。干婆。我来念，简吼，台语爱念较轻声的。哦。干撇水。好，我安尼我会晓啦。干撇水。来欢迎撇水。迄顶无去倒买。今仔日咱来讲一个天大的秘密，就是查甫的快乐，伊就是踏着一片落叶，心内搁咧想踏落去的时阵，哦，切甲世界，听中拢会使感觉灵魂一直飞起来。哦，你这韩国话讲得袂歹。伊是讲台语。搁有一个查甫人无声的交流方式。哦，查甫人若是互相点头，就会知影对方在讲啥。
哎呦，红包互你，你就足快乐诶。哎对，抓对了。这位选手的伊的面生做是150公分的面，毋过伊讲伊的身材是170公分的身哎呦的悬，生活真欢，毋过真欢乐。来欢迎欢欢。大家好，我是欢欢。前一阵啊，我伫补习班咧上班，伫补习班咧上班，我的学生啊，拢会叫我老师嘛。毋过我拢叫因袂使叫我老师，爱叫我 Teacher Meg 啦。我迄天下课拄好有一个约会，我就想讲无今仔日来装一个好啊，我就甲家己画甲水水，穿一领裙安尼。结果迄天去到教室啊，一个囡仔来甲我讲，老师，歹势，迄个 Teacher Meg 今仔日袂来上课吗？我想讲奇怪，我今仔日整个水水都无人熟悉我，过两天我就搁安尼扫面啊，穿啊清清彩彩去上课。你去教室，囡仔看到我，哎呀 ，Teacher Meg，你足侪工无来，我足想你的呢。哎，我是，敢有差遮济，明仔载大家若看到我扫面吧，甲我无熟悉，我就甲你讲落哦。感谢欢欢。感谢欢欢。哦，后一个真个我真正袂使啊，交互你好啊啦。啊，交我。系啊。这位是一位查囡仔，嘿但是伊感觉伊家己真缘投，哦非常特别，安尼就使啊。安尼，哦，安尼就使吼。缘投的查囡仔，来，有请王基如。欢迎。大家好。哦，缘投哦，缘投哦。哇，有一天暗时，阮兜一家伙仔拢坐伫客厅，看电视啊，开讲，食水果。阮爸想讲啊，介无聊，无出去踅踅好啊。结果我一个滑头，阮小妹凶凶甲我讲滚。我想讲哈，滚啥物滚？我也无创啥遮歹。伊迄目睭吼，金金啊甲我看，伊讲你坐着我的滚啦，我是要安怎起来啦？哦，滚！啊，结果吼，要上车的时阵，迄车门一拍开哦，后壁搁一声滚。我想讲哦，即摆我学乖啊，我甲我的脚安尼压起来。无啊，我也无踏着伊的棍啊。伊迄目睭搁金金啊甲我看，伊讲棍啊，我要坐内底啦。我讲哦，即摆真正是叫我棍啦。安尼哦。有啥吼？这个台语音甲这个华语音吼，真哇。比如讲，咱讲滚，拍滚喎。好滚，好，目镜抓的滚，好，哦，目镜抓好厉害。抓。啊，还有一种滚是安尼，先生，咪滚，喂，迄是趣味再加落，好。好来，谢谢基如。这位呢是一个查囡仔，伊讲哦，伊是理性啊，搁足感性的一个人，伊的名叫做李尚金。啊，丁啊，有请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哎呦，李尚金，食饭上认真。哦，认真。李尚金讲台语啊，足侪好处的。安怎讲呢？头一个好处呢，我感觉吼，讲台语互人感觉这个人足亲切的。第二个呢，是我感觉吼，用台语甲人冤家，赞，他都加分。你现在大声什么？好，这国语啊，台语，无写大声声。就听起来气势加一把。无共哦。啊，足侪人讲吼，我讲台语哦，哪台中人嘿，啊，我真正是台中人。对。讲这台中吼，我有交一个宜兰的男朋友啦。有一天伊就问讲，你今日暗顿想要食啥？我讲，唔知呢，我想一个好啊啦。啊，伊讲好啦，安尼我等下较晚甲问你。啊，过10分钟了后，伊问讲，啊，你想好要食啥袂？我讲，我都唔知咩。吼，伊规个爆炸。我惊一，我想，哈？伊哪会爆炸？最后咧，阮妈甲有一天头讲，我发现吼，这吼咱台中人吼，讲话口音哦，拢会嘻嘻哈哈嘿嘿吼。多谢大家。我感觉你头前吼，你会晓利用恁兜的故事，啊，迄个过程当中迄个趣味，啊，到后壁你甲你的男朋友拢爱有故事，你毋通去讲一个足遥远的，吼，阮若讲较早甲我讲安怎？哦，那个是，迄个足好笑的。好，拍拍啊！谢谢阿金。后一位这个学生呢，伊讲伊是要做一个足漂泊、足自在，啊，佮有足勇敢的地球人。啊，伊的名叫做
靠，不是啊，瓜哦瓜哦，靠是是瓜菜芹，我知为这边念过来，芹菜瓜，看芹菜瓜有请。顺哥，咱朱麒麟啊，各位老师大家好，啊，有乡亲时代大家好。我今摆要代表咱南口区来选今仔日的里长啦。哎呦，你有定真正哦。讲真生笑，我是要问大家，敢有近视的困扰？哦。啊，我像咱即摆较近吼，我绝对袂认着。这位就是咱超级夜总会哦，乡亲来做会朱麒麟，碰过。歹势，给我一摆机会。伊是超级夜总会乡亲来做会朱麒麟，苗可丽。你红包我给你扣掉。喂，顺哥。但是伊台语算讲了真正袂歹呢。伊有迄在地开，有迄在地开吼。莫安尼紧张，因为你起来就是要大家快乐嘛，所以放好轻松。好，你甲都有，永远拢是你的舞台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多谢大家，多谢，谢谢。后一个学生，我真正足感谢，伊姓陈。哎呦，好念这的啊！个学生呢，伊讲伊是一个向前行的学生。伊的绰号叫做细练的，伊的名叫做陈世伦。来，有请四练的。喂，喂，有人接无？歹，叫谁人诶？啊，会紧张啊！这人我叫看一个出去，出去。歹。讲到瑞鹏，我嘛会晓。啊，你怎嘛？台语的哦。台语啊。好。我甲你讲，你莫甲别人讲，若是你甲别人讲，莫甲别人讲，是我甲你讲。哦，我甲你讲一个完整版的。哦。我甲你讲，有人叫你来甲我讲，你为什么无来甲我讲？还讲的人，我走来甲我讲。我甲你讲，后摆有人甲你讲，你来甲我讲，唔通还讲的人，我走来甲我讲。哦。专业的。但是免烦恼，因为喏，哥哥练40几年。嘿啊。我才40几岁呢。无啦，你20几岁开始练，你这个人70岁啊。差不多。好，加油！好，感谢四练的。哦，因遐一寡选手哦，这个因为少年啊，紧张啦。系啊。所以咱哦，由咱的选手先来示范一下。好啦。先来邀请韦德。大家好，我是韦德。其实我感觉即摆少年家吼，台语愈来愈好啊。我甲恁考试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日出日落，日落叫做日头落山。日出台语要怎讲？日头出山。日头出山啦！你讲日头出山，出日头啦，日头出山。我是记着啊。来，我搁来考一个较困难的哦。流星的台语。老七是会当讲，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真趣味哦，叫做落西七。哦，这是真的哦，我拄仔去问老师的哦。那有人会当翻译做台语啦吼，这个红包给伊。这个翻译就是讲，你的美丽像流星，在我脑袋挥之不去。台语变怎讲？小困难啊哦。来，你可以。来，水果牛啊。你的美嘞，你的温柔。像落西星，伫我的脑海挥之不去。华夏哥咧，姐，我讲一下正确的答案好啊。你的美咧，就像落西星，伫我头壳内底拖西莲。欧贝卡，来，赶快这个送给你，感谢你的配合，感谢，谢谢。过来有请啊！第2位哦，不诋毁好不好？哦好，来不诋毁。请问在场的朋友，恁大家有梦想无？有梦想吗？哦，这朋友，拢有哦。你有啥物梦想吗？娶我爱红娘，红娘爱我，咱两个就结做伙啊，安尼会使吗？今仔日我的目标就达到啊！来邀请咱的里长阿雄啊来表演。来，恁听有台语无？敢真正有？我试一个好唔好？我试一个哦，好，我即马试哦，来试一个，试。啊，无笑啊，无，迄台语吼，无不 OK 啦，无 OK 啦。是讲即马少年人的囡仔吼，实在是，即马少年人吼，实在
等我一个吼。你红点卡，你即摆是咧找什么物件哦？系啦，系啦，你歹势啦。就是土雷哦。对只就是大家听甲不飒飒呢。哎呀，那也不听无，聊聊来，因为我家己吼嘛是讲听无，啊，结果我就去生囝，啊，生了转来，奇怪，我即摆拢听有啊哦。所以大家若要听，紧去生囝。不是啊，聊来，聊来。今仔日呢，这第一阶段吼，拢总有这9位吼，这同甲甲大家分享因的这个表演安尼。啊，其实呢，有几个拢表演了袂歹。对。哦，有甲记落来哦。有哦。希望讲这比赛时会能甲扣入来。好，一定是安尼啦。唔管你是真敖讲亲像顺哥安尼，还是真袂晓讲亲像我安尼，阮拢会当聊认识，聊会晓讲台语。啊，阮 talk 秀台语专门练喙花，后继续过来哟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我是感觉讲在学校当中吼，看到这个囡仔哦，大家安尼踊跃，大家来报名哦，我感觉真欢喜。这是一个希望，敢若咱伫咧点一个种子，点落去土底，有风有雨，这个土有滋养，好，慢慢这长一定会大只。啊，学生遮尔济，虽然讲因咧讲吼，南腔北调啊，嘛有讲小可臭奶呆、甘牛奶嘴啊，吼，啊讲到安尼含糊不清，啊，咱嘛是真期待讲哦。你有这个勇气，你敢徛起来，你希望讲会当完成哦，今仔日哦，这个3分钟、2分钟这个任务，我就感觉讲吼，安尼叫嚣就真好啊！徛出来，讲落去，你若接讲吼，你就足溜的啦，你就是一个水气的啦，台语认真的，哦，祝你来报名。